台南市本淡上大产区，为了响应台湾通路甲分散市场，18号台湾区蔬果蔬蔬工会甲一间外销日本的业者，共同协助台南本淡销往日本。会中台南市长吴伟哲、农委会主委陈吉中、立委郭国文等各界贵宾，拢共同来见证台南的本淡通过日本严格检疫甲药检。伫中秋之前，得当栽配到日本的消费者手中。台南混蛋外销日本，熊干赞！农委会100%支持市政府，只要需要行销，那把我们台南不管麻豆会赢会油啊，不管伫中秋节前、中秋节后，我们一起努力让它维持价格。真的感谢韦哲市长跟我们监狱局长带领的所有的团队。很重要的，就是我们今年的任务一定要100%达成，而且只能卖得更多，不能卖得更少。为什么？因为距离很近。那很多人把这个把文旦当作应景的食物，的果品，吃完了过了中秋就不喜欢吃了。应该我们如果慢慢导正消费者，尤其有一些地方它这个可以食用文旦一直食用下去的那就比较不受季节性的影响，或者比较不受节庆的影响，因此呢，这是我们努力的目标。因为本淡的产期接近中秋节，真侪人将本淡当作是应景的水果。不过其实本淡是真健康的水果，值得大家伫中秋节以后持续来响应。而且市府嘛将持续甲中央甲业者合作，将本淡通路更加多元，互更较侪消费者拢会当品尝。台南新闻管制蔡宏报道。